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宣布新增加的一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，係屯門金區實習生，現時全台灣總共有426個確診案例。蔡總統早晨針對海關屯門金區感染事件發表談話，佢講佢係三軍統帥，國軍的事情就係假事情，國軍和防疫工作好作為當道事情，不過也擺要按道揭示，佢愛同大家分實地。蔡總統講，做總統就要同防疫做好來，讓大家安心，穩定軍心，保家衛國。也別要求在前段時間內，要改好唔錯嘅做菜，絕對唔會偏向任何一方。行政院今日開紓困振興檢討記者會，行政院長蘇貞昌講，下禮拜大概有90萬3年嘅紓困現金就會拿到嘅，不過因為疫情經變化，紓困檢討韓國做法會盡做盡調整。美國總統川普宣布新的政策，為咗保障美國公民的工作機會，川普接下來會簽行政命令，宣布暫停接受移民60年。全世界累計超過為257萬的確診案例，前度嘅係美國82萬例，接下來係西班牙同意大利。意大利總理孔蒂表示，會在下禮拜結束前宣布兩岸天天的解除封鎖。相關計劃5月除夕嘅日會開始實施。